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共读诗篇第82篇，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经文。诗篇第82篇，阿萨的诗。上帝伫天庭主持大会，伫正神的会中得审判。恁无照公义审判，偏袒歹人要到什么时？恁为着善车人甲孤儿伸冤，为困苦欠缺的人主持公道，为解救善车欠缺的人，互因脱离歹人的手。恁毋知，完全袂了解。伫黑暗中行来行去，公义的根基拢摇拽。我捌讲，恁是神，拢是至悬上帝的囝。毋过，恁甲世间人相款拢袂死，亲像逐个领袖会倒落去。上帝啊，求你起来审判世界，因为万国拢是你的。今天这首诗篇很短，只有82篇，只有8节。那82篇也是亚萨的诗。那诗篇这首诗的主旨是一首审判诗，审判的诗，在讲到司法的不公，如何要让司法能够找到真正最后的公正。那在这首诗篇的背景呢，我们可以来对照的是历代志下的第19章。历代志下第19章讲到这个南国约沙法做王的时期，那他带来的是一个司法的改革，发愤图强，因为他之前和这个北国以色列王一起上战场，的神的这个不悦，因为他去帮助亚哈，帮助恶人。那约沙法回到这个脱离险境回来之后呢，他奋发图强。那他出巡民间，那他也引导百姓如何归向神呢？就是在犹大的一切的坚固城要塞来设立审判官，对这些审判官说要谨慎所做的，在审判的事上，要与神同在，要敬畏神，因为神没有不义，也不看人的情面，也不收贿赂。所以约沙法也从利未人祭司以色列的族长当中，来在耶路撒冷来为神施行审判了。所以不论是申讼的案件、流血的案件、犯律法的案件、犯诫命、犯律例典章，那这些的利未人祭司族长就要警戒他们，免得他们得罪神，来以致神的愤怒临到。那所以这是在历代志下的第19章。那这首诗一开始也可以对照我们的诗篇第58篇，那也是讲到神呢是这个最高的这个审判。那第一节呢讲到神站立在神圣的会中，在诸神中施行审判那在旧的和合本是翻成有权力者站在神圣的会中。那和修本、现代中译本、现代台语通通都把那个有权力者，那直接翻译成神虽然他不是讲到希伯来文当中的这个 El Shaddai， 或是讲到 Elohim， 讲到神的名字，指那有权力者，但是就是说神在他的盛会当中，那这个会呢，盛会也可以指会众，也可以指群落。那现代中译本翻成天庭的聚会。并且在诸神当中那这诸神呢，那好像说，神之外还有其他的神，那这也跟我们认为说，那神接下来是还有其他的神名呢？那这些的诸神呢，那有几个可能，一个是天神，那也可能是指地上的审判官地上的审判官。那第2节讲到说，你们审判不秉公义，抬举恶人的脸面，要到几时呢？那就是讲到说，这已经是发生的事情。那这个审判官或是在地上有权力者，他没有按着公义来审判，那应该就是所谓的司法不公、司法迫害，收受贿赂，然后讲到这些的法庭上的诉讼呢，没有按照公义公道，却是帮助这些有权有势的，然后来欺负这些没有权没有势的。果然第3节，你们这些审判人不仅是抬举恶人的脸面，
应当要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，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审判。好，所以这里讲到四种贫寒、孤儿、困苦、穷乏。好，那应该这些就是要透过司法给他们一个最终的保护，给他们有一个安全的底线，好，让他们能有一把司法的公义的保护伞。这才是上帝好颁下这个司法律法好法令的诫命，好施行公义哦。好，那这个施行公义呢，好，它的原文就是要证明有理。这个理呢，好，就是上帝的真理，好，要透过司法来证明上帝的真理。但是呢，他们却没有好来证明上帝的公理。好，第五节，他们愚昧，就是指这些的审判官、有权力者，他们愚昧，他们无知，在黑暗中走来走去，地的根基都摇动了。好，那现在中文本说正义从世上消失了。好，那这个地的根基摇动，可以指说，因为这些司法体系，好，司法的这些的乱象，还有在这个审判当中，好，那是看着按人的情面，好，却没有按照这个公平公义保护应该要受保护的。好，那以至于呢，这个社会上好的根基也都动摇了。好，所以这个社会上好，这个越来越没有人要来听从司法。好，想说有钱能使鬼推磨。好，那而且呢，就是能够走后门啊，用收受贿赂的方式啊。所以就是一种愚昧，是一种无知。好，想说，诶，他们可以一手遮天，但是呢，愚昧的地方，好是在后面第六、七、八节。我曾说，好，这个我呢，好是第一节，好讲到这个神站在神的盛会当中啊，好，上帝说，你们是诸神，都是至高者的儿子。好，这个你们是指谁？不是指所有的人，是指你们这些在地上有权利、有审判者。好，是一个能够上帝赋予权柄的人。好，罗马书13章好说，在上位者，好，这个都是权柄、权力都是从神而来的，所以上帝也选好这些有权当权者、执政者、掌权者，他们是代表着神来施行审判。好，那在约翰福音第10章34节，好，当耶稣在跟犹太人辩论的时候呢，上帝也说，我也用这一首说，你们是神哦。好，那这个说你们就是承受上帝的道的人。好，那在这里诗篇呢82篇这里，你们是诸神，就是这些的神是代表有一个方面是有神的形象，一方面是有神的权柄，一方面应该要像神一样来施行公义。好，就是彰显至高者的儿子。好，那这个好像我们看到耶稣是神的儿子。好，那耶稣怎么样来彰显公义呢？好，那这个跟我们在耶稣也没有扮演过法官。好，但是很多的人，我们在读路加福音，我们在读新约福音书的时候，很多人好就是要耶稣来扮演法官，好要马上来惩治这些作恶的人。但是耶稣呢，他是至高神的儿子。好，他说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不要再犯罪。没有人定你的罪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好，但是不要再犯罪。神的儿子呢，用慈爱怜悯来满足公义好和真理。好，然而这些没有像神一样好反映神的公道公义，好却是让神好的面子挂不住。好，然后呢有神所给的权柄好剑，还有这些的权利，还有这个判断的锤子，但是呢却都是来使这些公义不能得胜。好，再让这些黑暗的权势好让这一些不法的事情好更加的猖獗。所以第7节，你们要死去与世人一样，要扑倒像任何一位王子一般呢。那这王子呢，原文是指领袖或是统治者。好，但是这里对照就是至高者的儿子。好，至高者的儿子呢，应该是神好的儿子，应该是永远活着。好，但是这些执政掌权在上位者，好，却只能跟地上的王子一样，好，都要都要从这地上灭亡哦。好，所以这些在上帝的家中，好来掌管，好来执政掌权者，好，特别是上帝的家。好，我们刚才看历代志下的第19章，
好，那这里讲到了有利未人、祭司、以色列的族长，好，在以色列当中、耶路撒冷当中，要听居民的听讼和断案，好，然后他们应该要在各城里面要警戒他们的弟兄，还有他们的百姓，好，然后呃等等的这些事情，好，应当要壮胆办事，耶和华要与善人同在，那这是神的旨意。但是当这些拿到权柄的人，好，却没有遵照上帝的旨意，好，就要与地上的人一样，都要死去扑倒。最后第8节，好的祷告也是这一首诗好一开始的主旨。神啊，求你起来审判全地，因你必得万国为业。好，所以在这一个司法不公的世界当中，好，这些扮演审判者没有好好扮演他们应该扮演的角色，他们没有维护穷人、贫寒人、孤儿，替他们伸冤，没有问困苦穷乏人，为他们施行公义，保护这些贫寒贫穷的人脱离恶人的手。但是神最终自己会起来，会出来，好，会来有审判，好，所以指的是指终末的、最后的，好终极的审判。好，那神要在地上来伸张他的正义啊。好，那这首诗虽然是亚萨诗篇，好，那在当时的司法不公，相信我们在任何世代当中，好，也都会有各样的不公不义的事情来发生。但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，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透过民主的制度，可以透过这个人民的发声，好，可以来让提醒执政掌权者。但有时候没有办法达到的时候，我们一样要相信上帝他的公义好永不动摇，而且我们要精心等候，等待上帝的时机。我们今天的这首诗篇82篇，好，我们分享到这边，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你是公义的神，你也是慈爱的神你掌管天地万物一切，你也鉴察每一个人的心。求你再次与贫寒的人和孤儿同在，和受冤屈的人同在，和贫穷的人、困苦的人同在。借着上帝你的作为来救软弱的人能够脱离恶人的手。特别在我们不论是今天我们所居住的地方，或是在这个世界上、国际上，仍然有许多没有合乎神的公义、合乎神的旨意的这一些的摇动的事情、黑暗的事情、愚昧的事情、无知的事情。主啊，求你指教我们，也提醒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为这些事情来守望、来祷告，也能够等候上帝你的公义发生。你也透过罗马书告诉我们，不要为自己伸冤，要听凭主怒愿上帝你的旨意来成就、来成全，也愿我们都能够时时刻刻活在神你的旨意当中，活在神你的公义当中。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谢谢大家，大家平安。